東鐵線最近半年做咗唔少車廂同設施優化。首先，鑑於全線月台閘門已經喺2024至2025年間完成安裝同啟用，以前用嚟防止乘客喺月台有機會跌入車廂之間嘅防墜鐵鏈，亦都陸續拆除。另外，由今年6月開始，車門旁邊加貼咗車門編號貼紙，方便大家即時知道自己喺邊個位置，同朋友約定相聚都方便得多。最近，部分車廂頂部加裝咗4方形嘅通風裝置，中間保留返照明燈，目的係想加強車廂空氣對流，改善人多嗰陣嘅悶熱情況。我哋之前喺 Fast 出 post 收集意見，有網民覺得加咗通風系統之後車廂少咗異味，但亦有網民直言，與其搞通風，不如直接將冷氣調低幾度仲實際。對於東鐵線呢幾項更新，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傾下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。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